第五举办慕尼黑安全会议第二天，关心俄乌战争和俄旦的进展。美国讲会和罗西亚甲乌克兰做伙伫咧沙乌地阿拉伯谈判，而且未予欧洲国家参加。因为美国的态度暧昧，即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都希望欧洲会当建立家己的武装部队，对抗罗西亚威胁。第五个慕尼黑安全会议第14展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会议的期間，甲歐洲各國領袖，包括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芬蘭總統斯塔布會面。芬蘭承諾會喺俄烏戰爭好淡的時陣提供烏克蘭援助。The idea is to give Ukraine political, financial, and military support to begin whatever negotiations begin, whenever they begin,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美國是伫提出愛烏克蘭用稀土換經濟甲軍事援助了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10號表示，拒絕簽甲美國的擴散協議，因為內容並無保障烏克蘭的利益。It's not in our interests today, not in interests of sovereign Ukraine. Вона не захищає, вона ще не готова, щоб захистити нас, наші інтереси. Для мен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第二，外界關心俄烏戰爭好淡的進度，除了美國以外，G7國家外交部長攏同意繼續支援烏克蘭，對俄羅斯施加上大壓力，協助烏克蘭達成英國和平協議。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邁克爾薩迪這時陣透露，烏克蘭談判如果會由美國官員喺沙烏地阿拉伯、加俄俄雙方的代表展開，而且拒絕歐洲國家參加，引發歐洲各國反彈。And that's a bit different formula, and therefore. Yes, we need to be in the room where negotiations will be,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as well, and we are going to be a part of it. 對此，澤連斯基喺安全會議面頂認為，喺美國支持嘅不確定性，還有俄羅斯嘅威脅之下，歐洲國家必須愛替家己嘅安全建立一支屬於歐洲嘅武裝部隊，和歐洲嘅未來由歐洲人家己決定。公視新聞台是同朋友。